今日同大家分享一個荷葉龍仔蒸斑腩飯。我有啲石斑啦、米啦、荷葉，咁我哋先將嗰啲米咧浸4個鐘。浸完嘅米咧擺入蒸籠度，大火蒸佢30分鐘。如果你冇時間浸米咧，可以用電飯煲煮熟啲米都得。將呢個斑片調一調味。鋪響蒸熟嗰啲飯嗰度，大火再蒸佢5分鐘。說明欄呢有詳細嘅影片，影片下邊呢我放咗食譜，歡迎前往收看，多謝。